风台走了后，最近这几天天气变较小风风。气象局表示，讲这款高温会一直到后礼拜。气象局也要提醒大家，要爱防止日头晒，这水要爱加啉寡。另外，后礼拜也会落雨，民众出门也会加早雨伞。日头请爷爷，民众加雨伞来预防予日头晒甲着沙。气象局表示，今仔日的天气是侪分到好天，各地头拢会超过30度，而且未来一礼拜天气也是真小热。其实未来一周都是比较暖热的一个情形，各地的高温都可以到30度以上。那今天的话，在南高屏有发布高温资讯，有这种局部36度以上高温的情形，所以未来一周要注意防晒，多补充水分。气象局是表示，6月也是会落黄霜雨，望这波雨水，予南部地区的水量变较侪。水利署是讲，即马台南高雄的水情有关是红灯，虽然到6月底进前，水库的水也是有够，但是民众也是爱欠欠用。南部地区虽然讲水库咱站门甲乌山头水库的水量有较少，差不多13%左右尔。南部地区的水情是会好转，而且这个南部地区离6月底进前拢免去烦恼讲会欠水。也若风台走了后，后礼拜可以恢复热人的天气。气象局表示，初三中南部的水汽会增加，所以会有较大阵的雨。初4到初5有关是侪分到好天，初6、初7也因为水汽增加会落雨，而且会拖到西北部地区。建议民众出门时爱记得扎雨伞，避免压雨或者是晒到。记者柯家轩、林玉凯台北采访报道。